沙頭角鹿頸星期一發生嘅遇溺意外，2名男死者嘅屋企人星期二去到殮房認屍，都表現得神情哀傷。其中一名死者洪慧敏嘅屋企人表示，2名死者生前係好朋友，成日結伴行山。如今2個人可以喺泉下結伴周遊列國。而另一名死者黃子健任職嘅馬鞍山中學就安排師生一齊接紙鶴悼念呢一位老師。唔少學生都話非常唔捨得佢。佢有時會同我哋一齊落艇去一啲島度一齊玩。佢好人啊，咁佢有幫手代課嘅，咁佢代課佢會拎啲嘢食落嚟，或者工作紙嗰啲俾我哋做，咁做完有獎咯。學校又安排社工為受影響嘅學生同埋老師進行輔導。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道。